公開賽嘅季軍泰國隊咧5線，兩隻夾住4線嘅樂從羅浮宮咧，係順德隊一路咧就係一支箭咁飆咗上嚟。咁啊，但係都要睇下咧，我哋而家嗱稍為落後嘅咧就係三木板門健兒喺一線啊。另外睇下有冇其他隊可以爭到佢，哇冇喎，淨係睇下究竟而家睇下泰國隊有機會左右大局啊！暫時喺第2名5線嘅就係泰國隊，哇！但係一入到去紅色浮波發力嘞喎。臨到尾先嚟發力啊，越嚟越強。順德樂從羅浮宮臨到尾先就開始拋離第2名嘅泰國隊，第3名嘅就係花蓮龍舟隊啊，1、2、3啊相當明顯㗎啦。跟住喺嘅袁卓龍有機會爭贏9線嘅深圳線，但係後咁上嚟2線仲有顯利工程同興隆，第4名應該係6線嘅袁卓龍啊，然後顯利工程有機會搶埋嘅第5添啊。咁啊睇下第9線嘅深圳市龍舟隊臨到尾可唔可以贏過龍鼻啦？因為我